幫我單手俾其中一個，俾完之後呢一度最多傳你 ，OK， 唔准拍波，淨係可以傳波，接到一米嘅，一唔係就一米就傳波啦，OK，咁咧呢一個人就會二手一嘅，呢個傳咗波之後，呢個 drive 佢之後，呢個人會傳波嘅，我哋傳咗過去之後，咁你就揀啦，可能佢呢個時候你嘅中距操收，但係佢一俾你又要追翻翻嚟，呢個傳嘅，OK，你要諗辦法令到佢傳得辛苦，你又寫得咁樣，我答嘅，我係啊，咁佢最緊射咧，咁呢個就係考慮啦，你睇下你點樣去第二手就呢個就係 OK，好，咁啊陣間呢度幫我分一組，嗰邊幫我分一組，可以有效率接兩邊齊。OK，俾波嘅時候我要右手單手波，粒波唔係，OK，俾波呢一度查啱嘅時候，俾波單手波，粒波，好嚟喐。射咗波嘅就翻去排隊，跟住然之後咧就傳波，即防守嗰個就去做射波。OK， 好，繼續 ，Go。係射波我走，射波我走，係波俾下一個，波俾下一個，係快手嘅，我可以攞多一粒波喎，可以攞多一粒波，攞多一粒波。冇事啊嘛，冇事啊嘛，係，冇事啊嘛，冇事啊，係，好嚟 Go。好，暫停，過嚟先，暫停一陣，過嚟，稍微講下我哋嘅聯防 system 啊，keep 嗰啲唔記得咗啦已經 ，OK， 喂，好聽住啦，我哋守聯防，我哋呢邊咩嚟？我哋個聯防咧睇落去自己時間，其實咧佢如果要講咧，佢係4-1嚟嘅，個防守一個人企立唔到，1、2、3、4，OK，呢個係我哋聯防嘅嘢。呢一個人佢要負責嘅係唔可以俾粒波輕鬆傳咗入去。OK，咁好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高收嘅時候啊，就如果你傳底線冇問題，咁你就諗下點樣冇咁喂，頭先嘅防守，我覺得大家係對位都我對波啦。OK，點樣去令到佢猶豫可以傳波嘅時候係接得唔接？嗱，假設舉個例啦，俾個波俾人，先知啊，先幫我去底線。我如果傳波輕輕鬆射到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波，如果個防守可以令到你咁樣接嘅，咁樣係咪辛苦好多啊？係，所以你作為防守嘅球員，你要令到佢，可能你要去引佢啦，令到佢掟啲高波啦，咁然之後當佢掟高波嘅時候，你高收嘅時間會長咗，又或者可能踢佢波拉，記唔記到？辛苦啲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又或者喂，如果佢俾到前面嗰個自射波啦，咁但係如果佢要俾出面接咧，佢就辛苦啦。OK，我俾呢度。要擰翻轉身射，咁咪辛苦咯。OK，防守你要做嘅唔係淨係操收，而係令到佢傳波傳得好辛苦。OK，佢傳波傳得好辛苦，咁你自己計1球、2球、3球個命中率就低好多啦。咁 OK，嘗試嘅以呢個方式去做，咁啊做咗一陣，做咗一陣，咁啊跟住之後轉 B。 轉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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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轉
係咪啊？嗱呢球又叫 D 啦，繼續啊，繼續啊，兩球傳波㗎咋？你冇可能正式比賽可以傳到咁多球。係。你可以決定你幾時傳波㗎嘛，係咪先？咁乖女嘅。係。你可以唔使咁早傳咯，你鏟到對面先傳咯。係。轉邊，轉邊。Go。兩下傳波啦，兩下傳波啦，good D 嚟嘅，good D 嚟嘅。佢兩下傳波之後，你都仲對到位，咁 OK 啊，好好。一、二。係，當我咁樣傳，估到你啦。我就知道佢當佢見到唔舒服嘅時候就會想傳波啊。唔好越褪越後，你反而係你唔使驚佢鏟㗎，一樣都照去 close out，唔使驚佢鏟啊嘛。好，好過嚟先，過嚟先，我哋啦，過嚟先，過嚟先。我哋呢度嘅聯防啦，個 setting 咧就係我哋籃底呢個人咧，佢係死狗籃底，佢唔會，佢連 high post 都唔會做。咁所以咧，相對嚟講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可以最唔最最，當下陪你啲人過咗都冇所謂。OK，咁所以好啦，當你 close 收嘅時候，你嘅目標一要出咗波啦，
二就係你要放佢入去，令到佢可以踩入去，對手你有幫你對，你就算俾佢過咗都好，OK，咁呢個時候你追翻嘅時候又好正嘅，OK，咁所以咧頭先我見到可能有啲位啦，你見到佢想傳，或者可能做動作，你好自然咁係唔需要，你攞到粒波唔使 back down，你直接去出波啦，直接去出波啦，OK，好啦，佢 drive 嘅時候呢個會過嚟，呢一度你喺呢度點啊？仲有中間問題，OK，咁就入咗嚟，我哋就唔需要驚話俾佢知，OK，陣間個練習，陣間練習好簡單嘅啫，呢度啦，呢個係進攻，OK，呢一個人傳波 cut in 再傳波，呢一個人接到波之後一樣求其打一個俾完之後對出去，然之後對完出去之後咧，呢一度有兩個人噶嘛，OK，一個人對咗出去，第二個人傳波嘅走入嚟走波，跟住之後就打，冇問題，OK，今次可以撐攬啦，做右手邊先啦，傳波做右手邊先，右手邊先，係右手邊開始先。喂，兩個進攻喺嗰度。換晒，係啦，進攻員、防守員做進攻。搞咩啊？喂，嚟啦，攞多粒波。進攻員嘅，防守員係直接做進攻，跟住之後進攻嗰兩個走得噶啦。防守員係直接做進攻。啊，聽住，啊，唔好齋對波，令到佢傳得上去辛苦，你手波容易啲。不如 Even 幫咗你啊，Even 好，翻嚟預備要 get 佢啊！好，過嚟先。係，嗱，一定係我嘅哨子影響咗你係咪？係嘛？係咪啊？如果話入樽係嘛？OK，喂，第一樣嘢，手波，我咧 set 咗呢一個人傳波之後佢衝擊高中，咁第二個人要做咩？第二個人就要入嚟手波啦，係咪？佢係撈明，唔好隨便追佢做，你隨便追佢嘅時候，呢、一個我頭先講過啦，我哋先係一個二打一嘅狀況，你要衝出去對手，咁呢一個一叫你一走嘅，所以要幫我做好一個對波啦，一個呢度，另一個要後，OK，得唔得？好，然之後咧，第二樣嘢，當我哋好不幸咁俾人過咗嘅時候，啊，盡量冇俾人過啦，但係過咗緊要嘅，我哋第一樣嘢就 help 啦。後面呢位同學，呢位球員出聲，究竟你要換防定係你係 help 嘅？OK，假設舉個例，呢、個佢見到追咗埋嚟，呢、個俾人過到好乾淨，我呢度直接嗌換防，我呢個追唔到，咁我係呢 OK，咁所以後面呢個人你睇晒㗎啦，你睇咗呢個，你都睇到呢一個，你見到隊友俾人過咗，直
接嗌換防呢個對象。OK，好相反，喂唔係喎，佢過一半啫，佢過一半啫，咁我可以踩翻出嚟少少，可能佢自己踩咗個陷阱度，我係咪可以做？呢度做一個，我哋做一個新，去遮一遮佢。如果佢想前嘅時候，有啲有時間我遮佢嚟，好唔好？得唔得？究竟係換防定係 help 定係新？OK，係咁多隻，係多隻。Good D，next。Good D，係順勢換，係 good，係繼續3、2、1，good D，好啲啦，好啲啦，下一組個防守好少少啦 ，OK 嘅，喂，慢慢啱啦，俾追出，揀個追，唔係你喺前面啊，你去高收，俾佢 help，咦，邊個近啲就邊個高收咯，冇啊，冇可能，喂咁點啊 ，Temple 你都要幫手啊！Next，喂，係你靚手勢唔出聲，喂，轉邊，Already，go，呢度要出聲啊，呢度要出聲。James 呢度要出聲。如果你直接換防，咁佢咪唔需要追自己嗰隻，佢直接追落去，咁咪唔會輸落太多啊。係啊，你換唔換啦？你要講。積極呢個高收，積極呢個高收。我唔想佢一接到就射，一接到就射。我要嘅係佢右二，佢過咗你都 OK，佢要右二，佢有 pump fake 就好好啦。係啊。追出去，唔好俾佢直接射到，OK， 好 ，gap， 換，佢會走噶，咁呢個要講啊，要講嘢。進攻員防守員做進攻。靚仔，我啱練咗熱身嘅傳波，你都仲可以一嘢車埋佢。哇！直接走過去啊！哇！好彩 block 咗啫 ，Even 傻仔咗啊你！你直接走咗去，咁邊個 help 啊？你頭先直接追佢出嚟，咁邊個 help 啊？好彩 block 到咋？喂 keep Oh nice！好 start，OK， 好，企個 gap 嘅位置，好，繼續4、3、2、1 ，OK， OK， 好，差唔多啦，飲啖水再出翻嚟。